將軍澳及柴灣華人永遠墳場家族骨灰園預約須知。家族骨灰園係採用網上預約、親臨認購嘅方式去辦理認購，流程相當簡單。你只需要透過華永會網站預約，再依約到配售處認購家族骨灰園。完成認購之後，華永會會晚上發出收據同埋埋置或撒放許可證俾你。跟住可以由認可承造商申請建造明冢，當明冢申請批准後，就可以預約墳場嘅工程。而家我哋就會同你逐步講解。進行網上預約，上嚟配售處之前，記得一定要預約，冇預約嘅申請一概恕不受理。進入華永會網站後，揾到配售處預約及查詢入面嘅配售處服務預約系統。進入預約系統版面之後，撳按此進行預約。細閱預約注意事項之後，再點擊同意及繼續。首先選擇服務類別預約認購，跟住再揀選設施類別家族骨灰園，然後辦理嘅申請就揀認購家族骨灰園。喺預約版面上面揀選預約日子同埋時間，然後按繼續。之後會嚟到輸入預約資料嘅版面，請留意申請人同先人姓名需要用中文填寫，填完後睇下有冇錯漏，冇問題就按繼續。最後請再次核對預約資料，如果資料有錯，可以按更改進行修改。如果資料冇問題，請輸入驗證碼，再按確認。確認預約之後，你會見到6位數字嘅預約編號同埋預約資料，同時你亦會收到系統自動發出嘅預約確認電郵。預約編號係用嚟更改或者取消預約，同埋認購當日用嚟報到，請小心保管。到配售處辦理認購家族骨灰園嘅手續，申請人要依照所預約嘅日期同埋時間，帶齊所需文件嘅正本，準時親臨華永會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。地址係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湖中大廈34樓。辦理認購手續嘅時候，申請人需出示以下所需文件嘅正本，包括申請人有效嘅身份證明文件正本、先人喺香港永久居住嘅證明文件正本，例如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。另外，亦需要提供先人嘅火化證明文件正本。如果喺香港火化，火化證明即係領取骨灰許可證。如果先人現正安放喺其他龕場，龕場嘅存灰證明亦可以作為先人嘅火化證明。如果你有超過1位符合安放資格嘅先人，可以考慮認購相連家族骨灰園，亦可以考慮喺單個園地內進行附加工程。如果想認購相連園地，必須有相應數量嘅合資格先人作為園地嘅首位先人，而且所有園地嘅首位先人必須係親屬關係。不論首位先人或附加先人，都必須有相關資格嘅證明文件正本，同埋提供證明或聲明先人嘅親屬關係。如果你希望同時申請附加首先人其他親屬嘅骨灰，你就要同時出示附加先人嘅火化證明文件正本或者存灰證正本。你亦需要提供附加先人同首先人嘅關係文件，否則就需要填寫華永會預設嘅關係聲明，確認附加先人為首位先人嘅親屬。如果已經完成認購手續，而首位先人仍未安放，你亦可以喺埋置或撒放許可證3個月有效期內，向華永會申請附加其他先人嘅骨灰，同首位先人同時安放。請注意，原來許可證嘅有效期唔會因此而獲得延長。提提你，喺先人安放後嘅12個月內，必須聘請認可承造商鋪築地台。完成地台之後，先可以建造紀念碑。喺紀念碑上可以雕刻安放先人嘅名字。如果有需要，亦可以申請加刻其他冇安放喺原地內嘅先人姓名，作為紀念。你亦可以喺確定認購之前，向職員提出需要喺紀念碑上加刻紀念先人嘅姓名。
但係當完成認購手續並發出埋置或撒放許可證之後，或者日後提出有關紀念碑嘅加刻申請，申請人就要透過認可承造商向華永會遞交有關申請。如果受惠先人或附加先人嘅骨灰現正安放喺華永會轄下墳場設施內，必須同時辦理遷出先人嘅申請手續。有關遷出手續需要由該設施嘅持證人預約親臨華永會配售處辦理。持證人亦可以填寫授權書俾親友代為辦理。授權書可以喺華永會網站下載區內找到。請注意，授權書簽名式樣需要同華永會嘅記錄相符。當職員確認文件齊備同埋先人符合資格，職員會提供當刻可供配售嘅原地清單，申請人可以自行選擇心儀嘅原地。請留意，申請人確定所認購家族骨灰園嘅位置之後，就唔能夠作出更改。申請人確定認購之後，就要喺申請書上面簽名確認，同埋繳付認購費用。假設今次認購嘅係單個家族骨灰園，所需要繳付嘅認購費用為港幣20,9,440元正。呢個費用已經包括首位先人嘅安放費用。如果同時申請附加先人，每份附加先人骨灰嘅手續費用係港幣2,690元正。付款方式有兩種，申請人可以使用當日兌現嘅支票或者本票付款，抬頭為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，或者以現金繳付。職員會俾入數資料你去指定銀行入數，你需要即日將銀行入數紙正本交回華永會配售處。認購申請審批完成之後，就會即日發出正式收據同埋埋置或撒放許可證。拎咗呢兩份文件之後，就代表成個認購手續已經完成，而申請人亦隨即成為呢一個家族骨灰園嘅持證人，日後全權負責一切家族骨灰園嘅相關申請事宜。正式收據應該由持證人自行保管，而埋置或撒放許可證就交俾華永會嘅認可承造商做相關準備，包括申請建造名冢，並且喺名冢申請獲批准後預約墳場工程同埋做紀念碑等等。預約墳場工程。再提提大家，埋置或撒放許可證有效期為3個月。法例規定，持證人必須喺3個月有效期內幫先人完成安放，不能延期。如果過期仍未安放先人，華永會有權取消埋置或撒放許可證，同埋收回原地。持證人需要聘請華永會認可承造商進行安放工程。當名冢圖則獲批准後，認可承造商需要喺安放工程前最少48小時致電墳場進行預約。請留意，墳場工程每日設有限額，額滿即止，請盡早預約。喺清明節同埋重陽節期間，將會有暫停或減少工程配額嘅情況，屆時可以留意華永會網站嘅節日通告。如果有其他查詢，你可以喺辦公時間內透過呢幾種方法聯絡華永會配售處職員。